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来指控，讲立委吴思瑶、吴派益甲原住民立委陈莹、吴丽华的罢免案，第一阶段有死亡人数，讲第一届送件无合格率达到35.8%，但是台北市政府敢若寄出着12份的查询单，伊痛骂着台北市政府放水。民政局长陈英德是讲，迄是因为电脑伫第一阶段的查询，都已经甲死亡人数来剔除，所以才无寄出着查询单。在这么夸张的不合格率里面，我们没有寄查询单就是放水。全台罢免人数案继续进行，不过却陆续传出有伪造的记录。那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嘛伫咧议会中提出质疑，针对立行立委罢免人数，头一届送件拢总无合格率有35.8%，当中有568分死亡人数274分中复提议。不过最后寄的查询单干那12分，报件无合格率23%，死亡人数中复提议加起来490分，查询单刷41分，数字差这多，互议员感觉摇疑。死亡连署是不是伪造？法律上广义来讲，当然是伪造。对嘛？那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寄查询单？我这边警告你们，如果你们在2阶段继续这样放水，有可能被调查就是你们，因为身为主管的就是你们。有查询责任的也在你们。点名台北市选委会主委、台北市副秘书长李泰兴、高总干事、台北市副民政局长陈英德，针对罢免案爱申请电话案来处理。所谓的死亡连署，其实在我们第一阶段，电脑自动会查核，在电脑上就剔除了，所以就没有所谓送达这个询问书的事件。因为不知道送给谁，他人已经死亡了。重复题也是在第一阶段，在电脑就被剔除了。到第2阶段，所谓有确定疑似有伪造的情势，我们就会送达。所以这个比例原则是不管什么党派都是一定的。强调无放目，无论是倒一个政党的罢免案，拢是同款。罢免案即嘛世界拢有，大家关市拢是关键，所有细节嘛拢正做拿捏攻防的重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